这两字安怎读？意思竟然是现在，拢毋知要安怎讲印啦。千千万万的台语文学习者啊，这字金，今天的今，现今应该较符合这字金的本意，说文解字讲是实时也。这字金有一个白读音进，四声进，四声若变调是一声，今啊就是现主时。今啊几点爱来煮豆啊？细汉听阿母确实是安尼讲，若连读就读做今嘛。这种连音佮拆音，闽南语算真常用到。这字为何会使读进？来看有留声机功能的甲骨文，这字的字形是上中集、合、会、斗、命，这几字嘛拢有集这个字名。集下面的这环有两个意思，忍、紧，所以这字就有两个读音，并集、忍、切读音进，进嘛的进。第二个读音并集、紧、切读音进，讲到紧的紧。整理一下，文音读金的这字有白音进，阁有另一个白音进。阁整理一下，现在说文解字讲是实时也，这款和声文是无应该存在。实时也就是今，今啊连读做今嘛。过来讲到现在，就是讲到进。闽南语真史上讲到的进，到这字竟然是不存在。为避免咱家己的文化被毁灭，咱是毋是爱认真甲伊学起来传落去？到进竟然有法度变成到今，被耽误到现在，才是到今，有鼻音声母的耽，耽伫呀。